来看行政院消息，行政院长杜永台内阁将于这个月执政满1年，验过风声讲520以后内阁会改组，改为剑道内阁，被点名换掉的包括经济部长郭志辉、内政部长刘世芳以及卫福部长邱泰源等等有5位部会首长。针对这点，刘世芳低调表示讲多谢指教。 部长，你觉得你是大炮吗？不知道，你觉得您算是一个战斗部长吗？对不起，谢谢指教。不管安怎甲问，拢是共一个回答。不过过当指到偌久，部长的心内敢若嘛是无一个底，因为传出内阁就职满1年，特别改组。内政部长刘世芳传出叫点名，520后可能会落台。预计想要改组成战斗型内阁，不知道，请教一下卓院长。相关信息拢点无什么加讲。不过个员换人无着，听讲就是为着要应对大罢免做战斗内阁，目前叫点名的部会首长，包含真侪摆叫点名的卫福部长邱泰源，含经济部长郭志辉，另外国防部长顾立雄、内政部长刘世芳、国发会主委刘建清，拢是这边改组的可能人选。我看不出他点名的这个逻辑，但邱泰源最近确实是有一点点被抗争的这个风头上。那郭志辉部长，其实我前2天也才念过他，就是媒体问我说他讲这个待不住就离开。我认为任何一个首长真的讲话不要这么率性了哈，情绪性的发言。会议听起来大问题是无，小问题会继续改进。不过内阁改组代志大条，尤其是发言定叫骂经济部长郭志辉，更加是朝野共同点名的。他们要的是忠诚度，不是专业度啊。所以我觉得郭志辉部长在我总质询的时候，我拿经济部给我的数据来问他，他也跟我呛说数据哪里来还不知道。敢会换唱行政团队无正面回应，敢若讲会继续应对美国对顶关税和多边的国际情势对台湾所造成影响，对外有关税战，对内是大罢免，继续考验执政当局。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